女士们、先生们、来宾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上海音乐厅，前来欣赏今天晚上由上海文广民族乐团给我们带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戏曲音乐作品音乐会。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张明全，欢迎各位的光临。我们看到坐在台上的是我们上海文广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文广民族乐团自成立以来，一直力求以弘扬我们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和戏曲音乐为己任。他们要把优秀的民族音乐和戏曲音乐呢，更多更好地送到我们观众朋友的面前。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戏曲音乐啊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边蕴藏着深厚的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了纪念建党100年华诞，上海文广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呢，他们就特别精心编排了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台音乐会。我们要用优秀的民族音乐、戏曲音乐和各个剧种的经典唱段来歌颂党、歌颂祖国，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那么今天的音乐会呢，将由上海文广民族乐团的艺术总监、著名的指挥家王永吉先生执棒指挥。那么，我们今天音乐会一开始，首先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民族管弦乐组曲《太阳颂》。《太阳颂》这部作品呢，是作曲家王丹红，他采用了巴渝地区的一些民间的音乐元素，创作的这样的一部描述的巴山蜀水风情的作品。整个作品呢，一共分4个乐章，分别包括有踏江、跳山，还有思念、太阳颂4个乐章。整个乐曲情感非常的深邃，可以说是气势磅礴。今天为大家演奏的是其中的第4乐章《太阳颂》，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指挥家王永吉先生。
掌声再次送给王吉指挥和我们乐队的演奏家们，谢谢。这个刚才一段《太阳颂》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会的序幕。那么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淮剧的唱段。淮剧也称是江淮戏，大家都知道，它发源于江苏的淮安和盐城一带，但是呢，发祥在上海，所以在上海啊，有很多我们淮剧的戏迷。那么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一段呢，是淮剧《党的女儿》的选段。这一出戏啊，讲述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根据地呢，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共产党员李玉梅，他带领着人民群众坚守在那边，坚持斗争。最后，他为了掩护游击队员，英勇牺牲，这样的一个故事。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党的女儿》第一场当中，女主人公李玉梅的一段唱《昏沉沉》。为我们演唱的是上海淮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王平。王平工青衣和刀马旦，他在淮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深受大家的喜爱。下面我们就欢迎王平为我们带来《党的女儿》的选段《昏沉沉》。同志们啊！
小红去找一两三里要进城一趟，等清晨到油坊请司当，那组长与民无定有亲子在桃花溪。好，亲爱的朋友们，欣赏完了一段淮剧之后，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来欣赏一曲中阮协奏曲，中阮和评弹的对话。我们看到，这就是中阮。中阮呢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我们的这个民族乐器啊，据相传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它是这个从古琵琶延伸而来的一种传统的弹拨乐器，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称中阮，也称为是阮弦琵琶。那么，中阮和评弹的对话这部协奏曲呢，非常有意思。作曲家啊，把评弹的说、唱、弹，非常巧妙的用中阮和乐队的相互协奏的形式来进行对话，所以在音乐题材上，有一种新的色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听觉上、视觉上都有一种画面的感觉。真可谓是当中阮遇上评弹，可谓是唯美如江南水乡啊！为我们今天演奏中阮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阮演奏者李晨晓。李晨晓呢，他10岁开始学中阮。曾经多次在这个全国的民族乐器大赛，还有这个艺术大赛当中都得过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阮演奏者。2017年的时候，他以专业第1名的成绩
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师承张碧云老师。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李晨晓为我们演奏，同时请出我们的指挥王永基老师。
好，接下来要请大家来听京剧了。这个说到京剧啊，我相信今天在场有很多都是京剧的戏迷、票友啊、粉丝。那么今天先要请大家欣赏的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杨子荣的唱段《迎来春色换人间》。我一说这个曲名，大家就开始鼓掌了。那说到演唱者，大家的掌声就更热烈了，是不是？为我们演唱的是上海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蓝天。是蓝天，你看啊，嗓音洪亮，扮相英俊，文武兼备，是近年来我们京剧舞台上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余派老生。无论是现代戏还是传统戏，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啊，都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所以今天呢，他先把杨子荣的这段唱献给大家，掌声有请蓝天和我们的指挥王永吉。
小辈，先把土匪办死颠倒。插军回虎山，18座山岗埋葬在山前。壮志寒山年雄心，真深远待等到一代有。为失败金言到坟朝定教堂。地府天翻。唱的好不好？要不要再来？当然要来，当然要来。这个蓝天刚刚给大家唱的是智取威虎山的选段，接下来呢唱的是奇戏白虎团的选段。我想上了点年纪的观众朋友对这2出戏都是非常熟悉哈，当年可轰动了。那么奇戏白虎团这出戏呢，说的是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侦察排副排长严伟才在金城战役当中，带着这侦察兵啊，在人民军和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之下，他们化妆成敌军，深入敌后，一举捣毁白虎团团部，活捉团长和美军顾问的故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个蓝天给大家再演唱严伟才的一段唱：为人类求解放，粉身碎骨也心甘。掌声再次送给蓝天。北疆山海
山，结情仇民俗恨不共甘甜。当之以改天换地闹革命，为人类求解放，奋身淬火决心胆。不敢死亡，又来挑战，怎用他横行霸道，屠杀人民，蹂躏好河山。同志们，擦枪流火场，坚决要求把日建国代表，全台在进战，要把南回坚决主打。挑在那么在音乐会的下半场呢，我们首先要请大家欣赏的是3首戏曲音乐的联奏。这3首戏曲音乐的联奏呢，包括2首是越剧的音乐，1首是沪剧的音乐。越剧呢，包括是杨乃武和玉清嫂的戏剧音乐，而沪剧呢是声音缭绕的这个戏剧音乐。杨乃武和玉清嫂这2部越剧大戏啊，当时都是由王永基老师指挥的，而那个沪剧声音缭绕呢，它主要是以山歌调为基础，穿插了很多沪剧的小调，让我们感受到了田头山歌的韵味儿。让我们用掌声再次请出著名指挥家王永基老师。
亲爱的朋友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红遍大江南北半个多世纪。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亿万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心声。10年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粤剧作曲家程军把这首歌呢改编成了粤剧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当时有粤剧表演艺术家、著名的原派花旦方亚芬首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那么今年呢，在庆祝建党100年华诞之际，这首粤剧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经过了进一步的修改完整，所以今天方亚芬要再次把这首歌在上海音乐厅唱响，献给我们伟大的党。掌声有请方亚芬和指挥王永吉老师。去所谓鞭子催我生母亲滋味泪淋。好草木
好，欣赏完了一段越剧呢，接下来要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沪剧。沪剧呢，是我们上海本地的地方戏剧，是真正的上海的声音。上海沪剧院历经数年精心打磨的一部原创的大型沪剧《敦煌女儿》，讲述的呢就是敦煌研究院的荣誉院长樊锦诗这位上海女儿坚守敦煌半个多世纪的守望历程，也歌颂了敢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沪剧表演艺术家毛山玉在剧中扮演了樊锦诗这个角色，从25岁一直到80岁不同年龄段的。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呢，毛山玉可谓是倾尽了全力，呕心沥血。他塑造的这个角色也得到了樊锦诗本人和广大观众朋友的好评和赞誉。那么今天呢，毛山玉将再次为我们献上《敦煌女儿》中的选段《守望理想》，掌声欢迎毛山玉。我生于8年万红，上海人，我家水子呀，我心神，应当说，我是个。女子而今恰成了他的大漠灯花人生中最美好50春啊，无语灯华为生与我一心情，堂上来生未能再抉择，女为灯华，一女
说到现代京剧《杜鹃山》，大家非常熟悉，是吧？特别是剧中女主人公柯香有一个唱段《乱云飞》，深受大家的喜爱。那么，根据这段唱腔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曲啊，可以说是大气磅礴、刚劲有力。乱云飞，松涛吼，群山奔涌，枪声急，风声紧，团团烈火烧我心。全曲用民族管弦乐的这种形式来演奏京剧的这段唱段，也显示了京剧的气势和自信。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民族管弦乐曲《乱云飞》，掌声有请王永基指挥。
非常非常熟悉的旋律。我想在乱云飞的旋律之中啊，真的令人回味无穷。欣赏完了乱云飞之后，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唢呐独奏《金色年代》。这首乐曲呢，旋律非常的流畅，节奏是很欢快、生机勃勃。特别在音乐主题当中啊，它充分的运用了豫剧的声腔板式，所以我们一会儿在聆听这首乐曲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河南的地方色彩，既传统又不失现代感。为我们演奏唢呐的是青年唢呐演奏家刘文文。刘文文呢是近年来活跃在国内外乐坛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奏家。他的唢呐声曾经回荡在悉尼歌剧院、肯尼迪艺术中心等一些国际舞台上。这些年呢，他也和国内外的一些知名的乐团和指挥有过愉快而精彩的合作。下面我们就欢迎刘文文为我们演奏《金色年代》。再次请出我们的指挥王永基。
掌声再次有请刘文文，也请我们的指挥王永吉老师，哦，还有他的伙伴一起来为大家演奏。谢谢，让我们再次感谢刘文文，也谢谢他的伙伴赵祥国，哈哈，谢谢。在非常优美的百鸟朝凤的音乐旋律声中呢，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指挥王永吉老师，感谢我们上海文广民族乐团所有的演奏家们。
同时也谢谢在场的各位朋友们前来现场观看，再次祝大家五一长假快乐，朋友们再见。